這是慣死的根源，在於組織與安全的保障。權力結構強權則需要疆界來維繫權威與資源分配。心理投射，人類習慣以他者定義自己者，又區分外部敵人以維持內部認同。但在太空時代，這些理由都變得蒼白。當面對銀河的浩瀚與外部威脅時，有一種自我設限的幻覺，就像一艘即將啟航的宇宙飛船，船上乘客卻各自獲地為王，爭奪座位和氧氣比例，他們爭論論誰代表哪個國家，卻沒意識到如果飛船失控，所有人都會同毀滅。這正是地球面臨的現實寫照。太空探索需要先例，但地球依舊被政治邊界束縛。凡事是定商業公園，在於組織與安全的保障。權力結構掌權則需要疆界來維繫權威與資源分配。心理投射，人類習慣以他者定義自己者，又區分外部敵人以維持內部認同毀滅。但在太後時代，這些理由都變得蒼白。當面對銀河的浩瀚與外部威脅時，有一種自我設限的幻覺，就像一艘即將啟航的宇宙飛船，船上乘客卻各自劃地為王，爭奪座位和氧氣比例，他們爭論論誰代表哪個國家，卻沒意識到如果飛船失控，所有人都會同毀滅。這正是地球面臨的現實寫照。太空探索需要協力，但地球依舊被政治邊界束縛。多元與知識共享正是否已進步快速發展，與核心在外交與防衛，後被你重複錯誤與內耗。人類身份認同會從國民提升為地球公民，這樣的轉變正是基地時代出現的生理思想與銀河帝國雛形的社會基礎。延伸概念，全球共同體，超越國界的政治合作與環境責任。行星文明，卡達舍夫指標中睇到的人類掌握控制整個地球能量階段的文明。人工智慧與太空移民下國家概念被技術網絡與星際聯盟取代。